新娘宴都是以首长安的，这是我们本来新年我们比较也能比较重要而且这些现在整个酒员工都有标配了，我们就比较不谈这个。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上网去新年宴都戏院把握 pass 的新年宴都戏院的故事，你来看。但是最后等由工作，最后是由工作来处理所以，因为里面有很多是这个第一是那个金主是刘爷大财主，当时柳营相当有权势的人所以没有很公开的去处理，是用很私下的去处理。那接下来让我们杨同学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文献。各位好，我是那个杨义成，这个字可能比较难念。然后我主要做的是文献方面来看柳营的王教。然后以文献来讲的话，柳营其实我是从丁酉科，就是3年前才开始踏入，开始研究这个部分，所以我资历比郑委员还有在座的一些老师也不算很浅所以呢，然后刚郑委员也有把那个我们讲义的那个69页、70页的地方，他也有先做一个代注就是取那个柳营的蔗酒然后那个宋温以及那个两朝半的这个方面，这个能雕化、这能干化这些特殊，他在这个方面已经有做一些解说，所以呢，我就没有再多说明。然后那个，其实，在文件的收集方面，柳营来说，其实原本都有留存非常多的文献，但是包括照片包括文书资料等等，其实留存还蛮多的。但是咱柳营大平你即马去的这个所在，有一个较歹势的所在，就是伊的地势较低，就是地势比较低。然后每逢下大雨这个淹水就是直接水会直接淹进庙里面，最高曾经淹到你现在看那个庙的那个天公炉，就差点淹过那个天公炉。所以很多资料当时放在1楼的仓库或者是那个办公室里面，通常都淹水过后通常都毁了，所以留下来的资料都没有很多，包括之前柳营的一些照相馆，在每科教典都会来协助我们，然后拍那些照片，通常都跟水在一起去了，所以柳营现在留的资料包括这些文本上的记录比较少，那所以我也开始尝试从那个网络上去抓取、去截取这些资料，去搜寻说有没有其他的相关记录来佐证说，跟柳营这酒界的数。那刚刚郑委有提到说，柳营的蔗酒大概有120年以上的历史，它主要是根据下面这2本书一本就是叫《百篇顺序》蔗酒，这应该有考书，就是代篇群手作教纠序以及蔗酒出逃这2本文献。然后这2本文献呢，你看内容，那个内容在第71页也有，然后它里面主要就是记载那个祭祀的贡品以及祭祀的流程。那比较特殊的是，它采用的方法是比较像分工合作的方式。像它这边，像那个70页上面有写1手、3手、4手、5手、6手、7手、8手，反正就是把这些要用的每一项仪式要用的用品或者是贡品，去把它做分类，然后把它写成好几首。那这边也有写。像这个上面也有写说，什么熄灯习俗餐盘色滚祭台之类的，他会把整个仪式所需要用的用具，然后把它分散，然后写成好几十首，然后提供给那个刚刚我们郑委员有讲的那个回溯
去做抽签，然后他们抽到的就必须负责去把他们所抽到的那个用具去筹措出来，然后来完成这个教授。它当中也有后面也有写一句叫特别有趣，就是抽到的人不得异议，就是它其实是有某一部分的一个强制性。那它里面其实也有记载着那个一些仪式的步骤和职务的工作，像这个绑尾扎下马及造七星桥的部分，这个在明天也看得到。它主要是在讲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职务，就是我后面也会讲到这个特殊的职务叫绑手绑尾及主会。刚刚郑委员有讲到主会就是主厨的部分，他们在这酒的期间要做什么工作，然后进行怎么样的仪式，其实多少也有一些记录在上面。那主要的还是以请王的用品或者是这酒的一些搭制、贡品、贡具之类的做一些记录。那之所以那个郑委员会说这两本书足以佐证说有120年以上的历史，是因为这两本大家看到70页都有写上他的作者，就是他那个代天巡守坐教鸠式的那个封面上面有写一个叫成全，那个坐教出头这本书上面有写一个叫参上，这两个人其实是直系血亲，就是这个参上是任子科，就是民国61年的旧书，那他去翻阅族谱，去发现说这个成全是他的长辈，那依他的就是依翻他族谱的那个就是过世的年份，大概去推敲，就确定有120年以上的历史，所以我们才敢说在120年以前，至少在120年以前就已经有这个规模以及这个排列，就是这些东西已经足以佐证说当时有一个这酒是具有一定的规模。那第2本文献是1915年的日治时期宗教调查报告书，那在那个书上的第72页有。那里面呢就有提到说，除了提到说柳营的其他讲头过，因为他当时他的前面就是有写说他是委托查某营工学校的老师去做地方针对调查，这方面我没有放上去哦。但是他有提到说。他有提到柳营，当时就叫查姆，刚刚邓委员也有交代说查姆营，这个查姆营当时的各角头的楼珠会，还有其4神的圣诞日，它不止圣诞日哦，连它的机身啊，就是机筒哦，然后还有它的主要的华书的人，就是陶郎、楼柱，它都有做一个详细的记载，然后包括神明的圣诞日、祭典的日期，都有详细的记录，就是委托当时的老师去做这些调查。那在当中也有一些详细的记录，所以当然其中也包括了游王宫的记录。那游王宫的记录在72页有写，就是在这里啊，有写到那个鸡桶最多利用，就是这个治疗啊什么的。然后这里就有写到代天巡守。王牙公查某牙生本原地，这是当时的老师根据齐老所口述的讲法所写上去的。每一回的大祭就是五谷丰登啊，庄内平安祈求王爷公五府、李府及另外一个2000岁，这应该是岁了他写错了。但是这边就有提到说那一颗。或者是那个老师所调查那一颗是以李府大千岁跟其他2个千岁，然后请来受到那个神的旨意之后呢，来接受人们的礼拜，然后礼拜的日期大约为旧历的10月中旬，就是我们现在这酒的这个日期。那当中就有提到说，这个这酒的日期。以及各户都会准备贡品出来祭拜，就是这个大享宴。对，然后会出来祭拜说，祭拜那个我们祭偶都会出来做祭拜。然后
这个一日的费用将近当时的1万元，所以可以想见说，当时在1915的时候，在那个时期的调查上，这个当时的花费也不少，所以也可以间接的证实说，当时的这个药典遗址其实也是颇具规模的。那接下来就是1927年的《台湾民报》。那1927年《台湾民报》也是直接就有写了，在这一部分，有宜于10月19日建了3天的大教，这也是建10月19日应该就是新历，就是国历的部分。那建了3天的大教，总共废去了10余万斤，在当时景气不况之秋，在人口不过500户之余，有一庄就让花去莫大的巨款，及每户平均花近将近300元。就其实这一段，虽然说它是一个在当时比较盛行的一个，就是他会批评说，去检讨批评说就是台湾本地人的一个祭典礼俗会不会太过浪费，但是也间接的写到说，当时有一个人口不到500余户，这也回应了说，这也回应了，一些老师的质疑，有说认为说就不到知名人口没有很多，真的能 get 吗这件事情？那在这份文件里面就有写到，就是不逾500余户，但是却就是花了将近10万元，然后每户将近花了300元，所以当时的规模也是很盛大这样子。然后下一份文件就是1955年的生活杂志，那这个生活杂志就是郑委员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们的网传啊是依据生活杂志的这个封面的照片，那当然它背后还有一批照片，然后我有去生活杂志的网站去做搜寻，然后也有把这批照片存下来这样。那它其实里面不只有